帮你买好衣服，叫你穿衣服，怎么穿怎么配？没有，为什么？他这边有一个，你今天穿的很厉害的，哇！你老婆穿着是他自配还是你帮他配的？啊，他帮你买的，哦哟，那就听了就穿了。哎，你有任何意见吗？啊，他不讲究，所以啊，所以他帮你搭配，你满意吗？可以，哇，糟糕，不要回去讲，他说他更可以啊，他欣赏你就好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差异，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如果不仔细去问的话，就不一样。好，那我要问一下我们来猜猜对方哈。弟兄们，听好啊，弟兄们，你觉得你太太是快拍子的举手，快动作的，性起也好，走路也好，什么事情是快的，举手。你认为你太太是这样子的？好，那姐妹们，你同意你先生说的吗？啊，同意哦，就表示说先生很了解你啊。好，来，我反过来问姐妹们了。姐妹们，你觉得呢？你老公是内向的举手。哇，怎么也是内向的呀？那这个弟兄，你承认自己是内向吗？你不太像哦。有时候外向，有时候内向，你看没有一定的，对不对啊？好，来，既然就问一下大家彼此认识一下啊，我给你们看看啊。我们来说，人人都有独特性。我刚问你们几个问题，对不对？怎么这个没有动静呢？按不下去。可以了。哦，那字很小哦。对不起，换了个电脑，字就变小了。好，我们每一个人呢有独特性，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他就是那样，但是他的独特性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的。那我们说有共同性，我们的共同性是什么？你们的共同性是什么？都是中国人嘛，是共同性嘛，对不对？但是说短来说 ，OK， 我们说共同性的话，亚洲人嘛，共同性嘛，这是中国人嘛，对不对？这是共同性嘛。那相似性呢是什么？相似性的话呢，我们只说我们算是中国人，我们算是华人，但是省份不同啊。但是省份的话呢，我们来分吧，叫做华中地区的人吃的是什么？面食嘛，对不对？华中的嘛，华南呢？米饭。那华北的、东北的呢？面食。还有呢？一半一半，对吧？但是像南方的，特别是广东人呐，广东人是米饭，但是广东人很注重什么？煲汤嘛，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浙江人喝不喝汤啊？喝。那你们熬汤熬多久啊？可以很快，也可以一个夜晚，也可以半天。哦，这样子啊？那你那个浙江熬的是什么汤啊？要半天的。老母鸡。我先生是香港人，道地的潮州人，我是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喝汤就是滚开就喝了嘛。香港人说你这是想的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汤啊？他就看不上我这个滚汤啊。所以我到了香港，我要去学煲汤。哎呦，半个小时不止啊，3个小时啊！我说呀，这个瓦斯都要扣我的钱了，我要给你熬那么久干嘛？对不对？但是还是要学啊，对不对？熬汤呢，我们说华人吃了米饭啊、面食啊，那喝汤有点类似，但是又不像，对不对？很相似性的哈。
那独特，我们每个人都有差异，都是大江南北。比如说，如果北方人娶一个南方的，你们觉得饮食通常是男的主权还是女的主权？男的是北方，女的是南方，吃饭谁掌权？看哪一个喜欢吃，哪一个喜欢做。OK， 你喜欢做的对吧？你喜欢面食？啊，你喜欢面食？哦，那就没问题了，就不会吵架了嘛。啊，所以不吵架嘛。但是，其实也不吵架，他对我那个他没法吃，除非他自己烧。他自己烧，那他就没饭吃了，他就配合你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说呢，每一个人的差异有所不同，口味有所不同，就因为吃呢有可以吵架的，是不是？啊，真的是你们还好了。我2个外国女婿，我一个大女婿是瑞士人，我的二女婿是美国人。那我说糟糕，这2个外国女婿，我要怎么跟他们吃饭了？他们是用刀叉吃饭，然后来我家要吃米饭，他说要不要用筷子？他说我试试看。那我们华人吃米饭的时候拿筷子，我们是不是要一手拿一个碗啊？一只手拿碗，一只手米饭吃，对不对？哎呀，我这个大女婿呢，他不会2只手一起用的，有意思吧？碗放在桌上，筷子夹一口吃，夹一口吃。那左手呢，就放在下面。我说这个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就跟我女婿讲，你能不能把你的左手拿出来？他说拿出来干嘛？我说我拿出来拿碗了。后来呢，我这个大女婿就跟我讲说，那你二女婿，你看看他不都是一样？哇，他就跟我来辩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很多的饮食上都有很多可以讲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上帝，你又让我学习跟那个西方文化的人相处的时候，那个压力也蛮大的，来调试一下啊，这很情况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啊，每个人的差异性哈，独特性，每个人有一个独特性。独特性是什么？独特性是指到说，可能你在家里是排行老大，或者是你在家里是独生子女的。我们在座的应该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吧？对不对？你们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不是独生子女吧？啊，都好多兄弟姐妹的吧？可能这年轻的那一代，但是90年代或00年代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吧？哦，你们的孩子也不是独生子女的吧？80后都是独生子女的吧，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独特性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们在海外的话，你都可以多生1、2个嘛，是不是？就没有限制说只生1个。啊？海外生多少？2个、3个都可以，6个，生养众多很重要。我们最近我跟那个 Esther， 我们在最近做一个专辑啊，介绍泰国。泰国本来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呢生呢也不多，但是呢华人就生的很多，可以生9个、7、8个，对不对？但是呢比不上这个泰国的伊斯兰教，他们有4个老婆呀，1个老婆生3个呀，4个老婆几个啦？1打都有啦，对不对？所以他们生养众多啊，所以伊斯兰教在泰国已经达到人口的12%了。你看，大家都以为在泰国这是佛教国家，结果他们没想到伊斯兰教生养众多，所以他人口啊，他们一出生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人口比例很高的，这伊斯兰教的。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它的有宗教关系，有它的独特性嘛，就每个都不同的啊。那我们彼此的差异啊，虽然说我们刚刚是说我们是华中的、华南的，都是同一个夫妻，都是同是华人，但是原生家庭有不同啊。我不晓得哈，你们在座的谁家是有重男轻女的？你们家2个？
他喜欢儿子是吗，弟兄？没有吧？你如果都是清一色的，你都想放屁。啊，谈不上重男轻女，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怎么样要追一个儿子，有吧？是不是？哦，是吗？重男轻女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也是很啊，对男子的 OK。有些人父母就说，总是要有男的来传宗接代，是这个意思嘛？重点是在这儿地方嘛，对不对？哦，小火断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家庭有它的差异性啊，是不是？好，来我们看看啊，我们这个差异性，这差异在哪里啊？虽然说你们结婚40年、30年、20年，他7年最短的，你们的差异多不多啊？你还问你老婆？每个人差异不同，因为排行嘛。OK， 我给你们看看这差异性。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差异在哪里呢？当然就是男女差异嘛。男女差异的话，就是可能他的家庭栽培这个儿子，那父母对儿子有期待，那有些父母对女儿有期待，或者是说这个男的在家里是老大或是老幺，女的在家里是老幺或是中间，所以他们一起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冲突性的。想问一下，你们先问一下，你们在座谁是老大？在你们家排行老大的？哦哟，这姐妹2个都是老大呀！哇，那你们2个谁说了算？现在他说了算，以前是你说了算。而且你不肯哇，你看2个都是老大的 ，OK， 老大说了算，但是老大跟老幺怎么办？结合的话，谁说了算？有些时候是老幺对啊，话语权。这个不一样，对不对？OK， 好，还有家庭的差异嘛，有些人家庭他来自农村的，有些家庭来自城市的，通常是农村跟城市的相住或者相认识呢，他那个差异也蛮大的，对不对？譬如说他已经在务农的了，但在城市里的人他不懂得务农的话，相结合的话，那个差异有很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有要彼此去认识。如果你们在座有一个适婚年龄的儿女要多帮助他们去看这个事情。还有呢，个性的差异个性的差异，我刚刚讲说我内向外向，对吧？那有些人是以人主导的，以事情主导的为事情为主的人，通常比较不会去叫做什么呢？比较不会去感受一下人的感受。有人是做事导向的，把事情做好了，你跟他讲说好累啊，累什么累？做完就好了嘛。你看，这就是做事导向的有不同的所以是说每一个人他有个性上的差异家庭的差异，个性上的差异，还有呢信仰的差异。我们在座呢，有没有人说你已经还没有结婚之前，一个没结婚，一个结婚的，有吧？那结婚结婚前跟结婚后信仰上差异都蛮大的嘛，因为至少说你做崇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跟你去做崇拜干嘛？我有个弟兄，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跟他老婆说：“你去你的教会，我去钓我的鱼。”你知道意思吧？后来没想到他信主之后，他就不用去钓鱼了，陪着他太太一起去上教会。所以的那种信仰差异都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是他的先生来参加我这个婚姻讲座课程之后，他说：“这个婚姻讲座比我钓鱼还有趣。”所以他又来听着信耶稣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有些时候还没有信主人，他们反而对这些婚姻课程呢，他们反而更有兴趣以至于他后来因为这样他的信耶主，所以他们2个夫妻就一起在追求神后来感谢主这个姐妹后来也成为教会的执事，这个弟兄也很认真的服侍神
他说我现在可以不用钓鱼，等于说无形中他可以把信仰拿在第一位，钓鱼呢是放假才去，他不会把礼拜天放掉，还是这样。所以等于说每个人他有他的一个立场，他学习到说差异的关系，彼此间呢也发觉到说哦，整个基督教信仰有关系到家庭，他就觉得很有趣了啊。那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介绍，然后帮助人家来认识。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另外一个男女大不同啊。刚刚我们说女的是感性，男的是理性，但是呢，这只是大部分的标啊，但是男女的区别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中国人讲说男会说什么呢？男的吗？是阳，对不对？女的是阴啊，这很明白了吧？啊，那我再问你们，男的呢是圣经说什么？尘土，女人呢肋骨，对不对啊？骨中骨，肋肉中肉，对不对 ？OK， 懂了啊，这个。那问你们，男人是水牛，女人是蝴蝶，懂吗？懂不懂这个意思？男人会称为水牛，你们觉得水牛是怎么样的？啊？劳力嘛。女人呢，打扮的花枝招展嘛，是不是？那有些人说，老公说我赚钱，你去打扮，这样子你有画面就可以说，我今天可以打扮是因为我老公赚钱让我用，有意思吗？有些人会这样说的嘛，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看看啊，男人是火星，女人是金星，知道是什么？火星撞地，金星会怎么样？大爆炸。所以我们说火星，你可以看到火星呢本身是在我们说星球来讲，火星是什么？干巴巴的，好像很，你看到地球在看到说地球、月球啊，火星、星球啊，它们有不同的，一个是寒冷的，一个是很热的这不同的哈。好，来我们看看，男人是梯子，女人是圈子，明白这个意思吗？梯子就上去了嘛，女人是绕一圈又绕一圈。譬如说，男人说我们去超市买东西，通常男人去买东西呢有目标性的，好去买钳子，别，买了，老婆买好了，老婆说等一等，我还要绕那看一下，你等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两个人就在超市才吵起来了，你到底等不等我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人家就是直截了当，我就去了。女的说不是，我要去绕一圈看看还有没有打折的，要这样，就是这样，明白吧？女人呢，男人是电邮，女人是手机，这个差异是什么？电邮就文字送出去就没有人口接触嘛，手机还可以讲电话呀，是不是？女人刚刚讲说女人是感性，女人需要多话呀，对不对？我问你们，女人一天要讲几句话？弟兄，考考你们。还是姐妹问，姐妹你们的弟兄一天讲几句话？你就觉得就超过了没几句话嘛，10句都不到，100句都没到。教育还是很多话的。有专家说，女人一天要讲2万句，2万字。那你猜猜，男人一天要讲几字？几个字？你说没几句嘛？一般来讲说2万，那女人男人呢，最多大概不超过5000，是不是？所以说女人要多说。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弟兄上帝给你2个耳朵，就是让你听姐妹说，懂意思吗？那有人说，那弟兄有2个耳朵对，2个耳朵听姐妹说。那姐妹呢？姐妹是听别人说，但是姐妹会说，你先听我说再说，是不是这样？所以男女有别在这地方OK， 那我们说呢，男人呢像什么呢？像方格饼，女人呢像炸酱面，懂意思吗？
你们吃过方格饼吗？吃过啊？汪夫对啊，感觉怎么样？就这样，那炸酱面又是怎么样呢？浓啊，但是面跟面就缠在一起啊，一圈又圈啊，方格饼就切开就切开了嘛，清清楚楚嘛，对不对？面那个面就是拉缠，对不对？缠的很多嘛，对不对？如果你老公回来说，老婆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哦，你开始讲哦，呀，我家的隔壁巴拉巴拉巴拉，哦，然后老公说，重点。老婆说什么叫重点？我现在不是跟你讲重点吗？老公说这不是重点的，这个是太长了嘛，所以夫妻之间就会因为这样的表达会吵起架来了，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对方的区别性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彼此认识啊。我跟我老公呢结婚也是差不多37年，后来还安息主怀，我也常常跟他在跟我们两个人好像对调哦，你是比较女的，我比较像男的哦，所以我们两个要重新的调试一下，所以很不同的啊。OK， 好，那我们看看男人跟女人的谈话的差异。男人呢谈事情是什么？不是，男人是谈事物，女人是谈感受，对不对啊？男人是简报，谈重点，1、2、3，够了。女人说：“老公，第一点是这样的，还没有到第二点，等一下下，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认识一对夫妇就这样，她老公说：“师母，拜托你一下，好不好？告诉我老婆重点式的讲话。”我说：“你老婆不是重点式的讲话，你怎么她重点式讲话呢？”哎呀，我说3分钟就把话就解决了，为什么她要用20分钟呢？所以你看，这差异在那边吵啊。我说你就多多的忍耐吧。男人讲话是浓缩的，女人讲话是要扩张的。弟兄们，你要了解，你要认识，女人讲话是扩张型的，不是你的老婆唯一的，很多的女性都是这样啊。同意吧？我想同意啊。OK， 男人是讲重结果，女人是看过程，是不是？好，同样的，给你多少钱去买，然后老公说：“哎，今天多少钱买的什么？”哎，告诉你，我们那个东西很便宜哦，那个打折啊。那最后老公说：“到底买了什么？”还没有觉打，懂意思吧？就是这样，老公要知道你到底最后买了什么，不要跟我讲细节啊。男人呢是解决问题，女人呢是重视交流。所以有些时候弟兄跟姐妹就要彼此认识一下啊。那这些给你们一个概念哈。那男人谈话要有理由的，女人是为谈话而谈话。所以呢，有些弟兄跟我讲，拜托啊，你跟我老婆讲，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有理由，不然我问他，他老是说不出理由。我说不是，他不是说不出理由，他要把他那口气的话讲完，他才能跟你讲理由。你懂意思吧？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弟兄说：“哎呀，我真是命苦啊！”我说：“不，你不命苦，你要学习听话啊。”所以说是有这个过程啊。OK， 那我们来看看啊，行动的差异在哪里？男人跟女人的行动啊，我想问一下，男人呢，你们如果要到一个地方，你们通常是会去找路呢，还是去问路？弟兄看地图啊，姐妹呢？问路对吧？问人快一点是吧？哎，对了，我常常听到姐妹说：“老公，你干嘛不去问人啊？”有意思吗？好，这里就说了，行动的差异在这地方呢。男人呢，自己去找路，看地图，不要问人。女人说：“那么干嘛呢？就问人，这不就快一点嘛？对不对？”两个吵起来了。有意思吧？就在这地方吵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说要了解彼此。OK， 男人呢买东西是购物，女人呢是逛街，有意思吧？这个差别不同啊！男人是说，哎，我们要去买，今天要去买什么东西？哦，很清楚要去买，不要再逛了，老婆，有意思吧？就在那个差异的当中啊。还有呢，男人就像相当于找路一样。男人会自己解决问题，解决困难。女人呢，第一个就是，哎，我们找人帮忙吧，是不是？
好，姐妹通常会这样子啊。那弟兄呢，就是一个目标取向，有很清楚，要这个就是这个，其他都不要想啊，不要在左旁右看这样子的啊。那女人呢，就是比较关系取向啊，所以就是说，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聊哈，in the sea of the human relations, woman swim, men drown， 什么意思？女人游泳，男人就潜水了，沉淀了，没事吧 ？OK， 好，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原生家庭的差异，这就送给大家啊，因为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课程呢，就是一个原生差异的差别。我常常在做婚前教育啊，婚前辅导，就是帮助大家从两个不同的家庭彼此认识，要五个项目去谈论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原生家庭有5个 R 了，第一个就是角色的定位，你在家是排行老几啊，或者是你家是有重男轻女的，还是重女轻男的，也有哦，所以说要看看他原生家庭，还有呢生活的规范。生活的规范表包括很多种你们在这里呢，你们倒垃圾是怎么样倒法的啊？垃圾桶嘛，对不对？那谁去倒啊？家里的垃圾谁去倒啊？老公倒。那姐妹呢？有没有是姐妹倒的？我们家是我老公倒垃圾，我收垃圾，他倒垃圾。就我女儿结婚之后，就说老公你去倒垃圾，他说我为什么要倒垃圾？他说我们家我爸爸倒垃圾。结果我的女婿说我们妈倒。先谈量一下，谁到135，谁到26，这样好吧？懂意思吧？所以说这个生活规范，还有呢，挤牙膏，是不是会吵起来呀？有过对不对？刚结婚的时候对，有人因为挤牙膏离婚的，你信不信啊？有，我认识一对传道人，刚我在讲课，他的老婆说：“哎呀，师母，你看我老公就是这样。”我说：“什么样？”他老公就说：“什么这样。”然后我说：“一个是挤中间，一个挤下面。”我说：“一根牙膏多少钱？”几块人民币嘛。我说：“你就买一支，你买一支嘛。他挤这样，那你不要管他，他挤这样你管他，你们两个不要因为牙膏吵架。”他说每天就因为牙膏吵架，没有吧？对不对？真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耶。所以我说这个生活习惯呢，大家要找一个共同性，然后可以解决方案，那就不用免去那种不必要的吵架，没有对错脱袜子呀，有的老公一进去袜子脱那老婆在后面捡袜子然后每次老婆跟他讲说，桶子在那里，把袜子脱下来就放桶子可以嘛？结果讲了老半天还是没有放下去，这桶子是浪费的，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那个生活的规范常常会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对不对我们就是彼此去认识一下再来呢就是礼俗了，送礼对不对？南方人送礼跟北方人送礼不一样的吧？过年过节吧还有呢，过新年的时候呢，要回娘家呀，要不要送礼还是不用送礼要的，那你老公那边要不要送所以等于说那个礼俗传统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还有呢，关系的互动，譬如说你们家人的关系，有些是兄弟的关系、姐妹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夫妻因为这个关系来争吵。所以等于说要彼此认识，互相的一个关系很重要还有他们表达的方式。你说除了是宗教信仰的，譬如说不同宗教，譬如说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个是宗教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是海外的华人或者是台湾香港的人，他们有宗派，在国内比较少，有那种宗派的不同。
有灵恩教会有这长老会那我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位夫妇弟兄很喜欢那种追求灵恩的、敬拜赞美的、倒地的，就那个姐妹呢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的，所以两个常常在吵架，吵架到后来呢，女的去 A 教会，男的是 B 教会，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呢会影响到不同，宗派的理念也有不同，所以等于说我们在这就是台湾香港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这些的华人教会有些夫妻也因为他们的宗派的理念不同呢而有些争吵，但是在国内的教会比较少，除非说三世教会啦、家庭教会那种理念有所不同这是也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等于说宗教信仰也会引起这个夫妻的关系好，那另外刚刚讲到个性的特质，个性是什么？是等于个人的反应，还有他的跟人的互动，还有他的行为跟人际关系的特性。譬如刚刚有姐妹说男人比较理性，女的比较感性，但是男的也有感性，女的也有理性所以这不能绝对就是这个样个性呢，有人是属于那种很浪漫的，有些人是处于那种是非分明的、黑白清楚的，有些人是很喜欢读书的，不跟人有互动的，这就是个性上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就说要彼此认识个性那当然也彼此去了解对方是蛮重要的那个性的差异呢，这边就给你们参考一下了。这边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容易去复合的，那有些人是指使人的，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他比较会命令人的。那有些人就是说正式的话，就是说他比较很注重礼仪的，礼仪式的。有些人说算了无所谓的。好，比如西方人现在有一派的以前的西方人的教会，牧者一定要穿牧师袍上来讲道的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有一批人就不再穿牧师袍上来讲道了，穿牛仔裤了，就像穿你一样的就上来讲道的，对不对？那你们教会能接受这样子呢？牧师穿个牛仔裤上来讲道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但是有些教会不行姐妹都要穿裙子的这个不同的背景还有不同的一个理念有不同那我们说还有呢，好，有些人呢是掌控型的，我说的就是有些比较属于型的，就是说他也不会去得罪人，但是他说我们慢慢来，慢慢来。那对那个掌控型的说慢来干嘛的？快，懂对吧？这个跟公司一样，公司有时候你看到一个老板，他就是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很快过去，但是他受不了员工是慢慢吞吞的这就是不同的个性。还有呢，有些人是影响型的人，他会去影响别人，感染别人那再给你们看看再远一点的话呢，在管理的人，管理者是以目标导向的管理者是目标导向，然后容易整理东西的人他是分析导向的还有呢，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懂得是处理事情的，有些人不等于会懂处理事情的。但是呢，有些人是注重关系的，关系的话就是他比较容易同理别人，所以等于说你看到那个性的差异呢有走向，所以看看你们的走向在哪里，夫妻的关系也会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有些如果说相似的话还好，那相差的很大，所以你看看你的走向是在哪边呢？给你们看一下好，这个比如说刚刚讲的4个样嘛，对不对？那有些人呢他跟他的对象配偶呢，有的是差异大，对角的差异大，有个人是很指使的，有人是配合人家的，那有些差异小的
啊，还有人差不多的哈，都很类似的哈。所以要看看问你们，你们觉得 OK？ 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夫妻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举手。你们夫妻两个差异比较大的举手。哦，这个也是一对啊。那其他人呢？你们的差异是很类似吗？很相似吗？还是还不知道呢？好，你们觉得哈，个性差异小的比较好，还是个性差异大的比较好？差异小比较好，差异大呢也好，很好，差异大也好，就表示什么？差异大的人哦，生命就比较多一些火花，啪啪啪，懂意思吧？啊，差异小的人就比较温和，比较温和一点哦。那差异大的话，那火花是比较多了。好，所以等于说你有些人是觉得，差异大的话是成为什么呢？你们觉得相似比较好，还是相异比较好？相似性高的比较好，还是相异性就差异大的比较好？不一定。那你夫妻是差异大是吧？对，像我们磨合了很久也磨平了。哦，磨合就抹平了。你结婚几年后才抹平的？20多年才抹平的。哦。哎呀，我们当中有时候结婚40多年的哦，哎，这对41年的，你们的相似性相似还是差异性大？你们41年吧结婚，那你们是相似性吗多一点，还是相异性多一点？差异大。哦，差异不大。啊，他们差异不大，所以可以活到40多岁。啊，等于说互相欣赏嘛，很类似嘛，啊，很类似就比较不一样哦，哈。所以呢，我把问的问题说，夫妻相似好呢，还是相异比较好？你们说不一定嘛，但是你们差异的话，你们觉得火花怎么样？还可以接受？很多人都很相似，你相似吧，没有太，因为他相似，他觉得平淡无奇。差异大的觉得眼睛一样啊，跟眼睛一样哦，你还有什么的意外给我嘞？不一定，这也没有错。但是有些人心脏力不够哎，他会差异大，他会心脏病会突发的，你知道吗？有些人高血压差异大，他血压就飙高了。他跟老婆说：“赶快拿高血压给我吃，我们差异太大了。”真的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啊，但是因为你夫妻已经习惯那种差异大，是不是？啊，然后抹平了嘛，啊。那你也愿意学习给老婆帮你打扮嘛？你花了多久才让你老婆帮你打扮呢？哦，是吗？啊，哦，他买就好了啊，你出钱他买，对不对？这挺有趣的啊。我们这样讲一讲，大家彼此都认识了，对不对？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彼此认识彼此夫妻，那有什么事情给谈开就很好的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差异大，有些时候会相克，对不对？但是差异大呢，可以达到互补，对不对？啊，那互补呢 ？OK， 我们说了，人呢需要什么呢？人需要的相异性的互补，可能他是属于那么快，他是属于慢，那慢的人就等于快的人的刹车，那互相互补嘛。我是快的，我先生是慢的，我说他常常是我的刹车。
把一杀了我就停顿了，我就不能动了。我说好，感谢主，有人帮我拉住我，不要让我冲啊。就是说互补吧，这是互补的部分。但是呢，人需要相异性的互补，有时候会喜欢那个刺激，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却喜欢什么相似的，我们会喜欢相似性的互动。但是呢，我问你们，差异大，相处好相处吗？不好相处哦，不好相处哦。所以他说用了10年才拼起来的嘛，拼了10年才相处起来，是不是啊？好，来我们看啊，所以说夫妻差异大，困难相处，很难相处，所以他用10年才能相处的，现在如鱼得水了，是不是？还是说还没有完全如鱼得水了？习惯了就习惯了 ，OK， 习惯了就好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夫妻呢差异小呢，容易相处是没有错，因为你差异嘛，差异小，那大家都在知道啊，我也是这样，你也这样，那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了。但是差异大的时候呢，肯定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表达。我是这样的想法，你知道没有？你要了解我的想法，等于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撮合、磨合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接受夫妻之间本身就要有那种时间、空间去彼此去磨合，很重要的啊。不然的话，上帝为什么说，让我们在一起互相？你这个亚当夏娃，上帝说我要给你预备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嘛，不是帮助一个人呢，不是这个夏娃帮助亚当呢，亚当也要帮助夏娃呀，互补啊，互相帮助啊。大家都以为是女人要帮助男的，不一定的。好，等于说因为大家不同嘛，好，只是说我们差异小呢，比较容易相处，但是差异大呢，相处上呢比较困难，但是要花功夫、花时间去磨合。好，再问问你们。夫妻能否改变对方？改不了。OK， 那有些人说可以改的，举手。哪一方面改？好，一个爱学习，一个不爱学习。那原来如此，就说你把爱学习的精神传递了给他，变成让他爱学习了。OK， 好。那有没有人说你改变到你的配偶？有没有人说改变得了吗？可以改变你的配偶吗？会。但是也不是你改变他信主啊，是上帝让他的心软化，也因为你的感动你的品性好，感动他来相信，懂吧？我们说我们没有人可以改变对方的。跟你讲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的。这一本书，你们看这本书说什么？有一本书叫做《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如何改变你妻子30天。结果这本书呢，一个礼拜畅销了200万本。后来作者说不对，书名写错了，是他的书名应该讲说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就这本书的书名一开口之后呢，只卖到3本。后来他才发觉到人都想改变对方，因为事实上他是改变说怎么样让你的生命改变，所以才会有那么的畅销。所以你看每个人的那个市场就在这地方了嘛。
啊，赶快找个秘诀，赶快改变我那个配偶，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笑话，每个人都要来改变对方，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对方的哈。那我们看看啊，如何去相克成为互补，差异大，但是我们怎么样彼此去调试哈？因为我们要相信说，化个性差异为互补，每个人都有他的什么呢？独特性。上帝创造你，你的独特性，每个人的独特性不一样，你跟我，我跟他都不一样，哈。那另外呢，每个人都有什么优缺点？有些时候可能你的优点，你看到他的是缺点，但是你的缺点可能是他的优点，所以是互补的，对吧？譬如说，我想事情很快，要写东西很快。但是呢，快是快，很多错误。那我老公呢是慢工出细活的，他就可以修改我的文字，那就互补了嘛，就是这样子嘛。啊，就欣赏对方我的不足，但是他的强项就成为我的帮助。好，所以我们就要接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有他的强项，有他的独特性。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来建造啊？这句话看好啊，智慧者彼此激励优点，智慧的人哦。但是呢，愚昧者互相揭露缺点。所以这一句话记着，圣经也讲，如果你跟一个愚昧人，箴言说嘛，你指责愚昧人，他会怎么样？他反咬你一口啊，他就觉得不能接受，他反咬你一口。但是智慧者不会去揭对方的疮疤，他不会，他只是反过来欣赏他优点。如果我给你们现在3分钟，你们夫妻坐在一起，3分钟讲3件事情他的优点，可以吗？可以吗？对啊，老公，哎，赶快，赶快，给你们3分钟，你找到对方的优点，不要讲缺点哦，啊，告诉他你欣赏他哪里，啊，赶快，不要讲其他的啊，老公，我欣赏你1、2、3，老婆，我欣赏你1、2、3，好，快说。出来了吗？3分钟啊，3分钟啊，赶快啊！有人要去听，有人要去做见证人。如果你配偶不在呢，赶快在你的那个微信啊、你的 LINE 上面跟你配偶讲说，哎，我今天欣赏你1、2、3，哪3点？赶快写给维尼。你的配偶不在，赶快写一下，欣赏他的优点。出来了吗？哦，你说完了还没说 ，OK， 再给时间，还没有到3分钟啊。可以了吗？谁哪一队说我都已经想好了3个的？你们这一队好，你欣赏你老婆哪3样的优点？哎，这一队已经好了啊，你们听好啊。好，来。勤劳，还有呢？啊？哇！好来，姐妹，你觉得他这样称赞你开心吗？哦，
没有这样说了啊。好嘞，我们的弟兄是怎么样拿下3点一个优点？哦，感恩感恨，还有呢？感恩感恨，还有呢？心地善良啊，心地善良。他称赞你，你觉得如何？哦，很高兴了吧，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刚刚哪一队讲好了？好，你们这个很差异很大的，你说说看，来。但是你欣赏他的优点在哪里？对我的包容，然后对家庭的付出，然后呢，就是现在变成了一对的特别的。啊，好，来，你说说你太太3个优点。3个，3个。他怎么样呢？好了，第2个呢？啊，包容你，还有呢？啊，勤劳能干哦，不错啊。你满意他这样说吗？啊，满意啊。OK， 呢？啊，OK，那还有哪一对？啊，7年的。来，称赞。来，弟兄称赞老婆哪3点？勤劳。还有第2个是什么？不是，你说老公说了。比我外向，比如说对外面的交流可能比啊，哦，是你的代言人啊。好，第3个呢？哦，做菜。他不懂得称赞了，那做菜好吃啊。OK， 太太，你的老公发现他3个优点：脾气好，啊，哦，也勤劳。OK， 不错。好，来，还有哪一对？哦，这一对。啊，这对。啊，因为他先生刚进来，啊，你跟他说了吧？啊，你先说3个优点，然后等一下让他想想，然后讲回来。好，来，你称赞你老公什么？非常的勤快、勤劳，哎，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勤劳吃苦耐劳，还可以，还有呢？啊，非常诚实，诚实，还有一个善良。OK， 太太这样称赞你开心吗？那他有什么3个优点？善良，表演如一，还有呢？哦，聪明，能干。啊 ，OK， 好，不错。那还有哪一对41年的？来，姐妹先说。哎，你啊 ，OK， 还有呢？诚实啊 ，OK， 好，来，他负责任了哦，这样子太太称赞你满意吗？好，来，那弟兄呢？称赞太太勤劳，很好 ，OK， 还有呢？啊，顾家啊 ，OK， 很好。那还有没有？哦，来，后面那一对啊，来说一下。哦，宽容的心啊 ，OK， 好，来，姐妹呢？嗯，很有爱心，也就是说，一个爱字在他的身上能体现出。哦 ，OK， 哇，很好哎，弟兄，你听了觉得如何？太高估你了，你
夫妻是。你看啊，还有吗？那对呀，后面啊，来，我看他跑到后面去了。来，你说。啊。哦。哦，哇。嗯，OK，好看感恩 ，OK，那他哦，选择很好啊，姐妹怎么样？你听的是？挺感谢的。挺感谢的。那你欣赏一下先生3个优点。他为人比较善良正直。善良正直。孝顺父母，说孩子是你的就是比我有耐心。比我有耐心啊。就是再一个是呢，但是呢，他很包容。很包容啊。好，谢谢，不错。你们觉得怎么样？被配偶称赞的话，感受如何啊？很开心哦，对不对？哎，不要只今天3次哦，每天都要讲多5次，好吧？5样称赞的事情重复再重复都没关系的，真的啊。我们就说上帝也教我们要去学习称赞嘛，我们会赞美神啊，那我们会称赞我们的配偶啊，称赞我们的孩子呢，也是在称赞上帝的创造。当我们称赞我们的孩子、称赞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就等于说啊，主耶稣感谢你，你让我有这样的配偶，是你创造的美好，我欣赏你给我他那么的好处，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感恩嘛。当你一感恩、一赞美的时候呢，很多的污秽啊、那些的苦毒啊、那些埋怨呢，就会不见了。真的，因为我从小在被咒诅的语言成长过程当中，所以我那时候想的都是咒诅的话，想的都是苦毒的话，我就觉得很不健康。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就说我要常常称赞人。当我会称赞人的时候，我的心里的指数就起来了。我们在教会就必须要学习称赞对方，彼此称赞很重要。这样子呢，那个合一性，那个美好的品格就互相会感染啊。今天只是让你们称赞你的配偶，如果孩子在的话呢，称赞你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你的呀，他身上有你的 DNA 呀，你称赞他也是称赞自己嘛，对不对？你称赞他得称赞对方，哎呀，谢谢老婆啊，你帮我生这个孩子太可爱了，是不是？哎呀，谢谢老公啊，他的身上有你的 DNA 呀，好帅呀，是不是？这样互相欣赏，等于说是欣赏上帝的创造嘛，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啊。好，继续啊，加油啊！所以我们说夫妻差异怎么办啊？差异不论大跟小啊，那我们要第一个呢，先去了解我们的差异在哪里啊，然后了解之后呢，我们要懂得去接纳，他跟我本来就不一样，因为我选择他成我的配偶，我就应该完全接纳他，对不对？因为你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很重要。你爱嘛才选择他，那你既然选择，你就爱你所选择的啊，就是要去接纳那个差异。第三个呢，你们差异大或小，但是大的话呢，要去调试差异啊。就像我们那对夫妇说，差异特别大，用了10年的磨合啊，对不对？那也是调试过程嘛，给自己有个时间去调试很重要啊。还有呢，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差异的。有时候有需要那个差异的话，就像一面镜子，照到我们看到啊，我也要被改变，不是他被改变，我要先被改变，很重要的啊，这样的看，眼光不一样哦。那还有呢，欣赏差异，所以刚刚给你们讲称赞就是在欣赏差异的，他跟你不一样，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他的个性、他的说话、他的沟通方式很不一样，但是你就是去欣赏彼此的差异，好。我们是需要差异提升我们自己，彼此成长。我们说婚姻呢是一生的学习，
婚姻生活是我们人生在世上最后的一个学校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成长，你的学习好，你们彼此的互相的称赞，你的孩子看在里头的。孩子会从你身上学习，将来他结婚的时候，我父母怎么样去互动，他就会从父母、从父亲或从母亲身上学习怎么样去善待他的配偶。好，就是说让他们看到欣赏差异，等于说你们就是他的榜样了啊，就是他的模板，他学习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彼此欣赏，从今天开始哦啊，常常操练称赞对方，欣赏对方啊，不是3次哦，希望5次啊。我常常有时候我们的同工说，哎，今天5次为他谢神，他又哪样。讲完之后，形象也起来了，他的自信也起来了。这个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当中操练自己的信心，还有自我形象。孩子被越称赞呢，他的自信也越起来的，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不单单跟我们的配偶，也要跟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欣赏差异，欣赏神所创造的配偶，欣赏他。啊，那有差异怎么办呢？这边说什么？夫妻有多差异，婚姻能有多美丽啊？是不是啊？那个差异就看到啊，上帝创造了他。那个差异之间呢，就是成为我们的互补。刺猬刺了会痛，对吧？但是冬天的时候要取暖呢，还是在一起啊？是不是？还是要有的啊。所以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配偶，他没有说男或女哦，是不是？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助。那箴言呢？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来看看，一起来读吧。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所以那个差异大小，上帝给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学习谅解，成为基础。然后有神的话语，有知识的家庭就充满很多贵重的宝物，等着你去发掘。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差异，晚上呢会讲给你们7的大补贴啊，补一补，给你们7样大补贴啊。所以我是希望带给大家有一个目标，婚姻家庭会更好，以至于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习呢，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幸福的家庭。你家庭健康，教会都健康，这是一定的啊。所以等于说你们的家庭健康，你们的家庭有美好的见证，有爱的火花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是活出爱嘛。你周边的邻舍看到你们不一样，他就觉得你们跟还没有信主人不一样在哪里。这就是把神的爱显露出来，彰显出来，那就叫馨香之气流出来，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为你们来自己来祝福祷告，有配偶在旁边的一起握手，好吧？一起握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一起握手，双手握着，来，学习操练啊！我们华人比较来，不是握手，两个手牵手，哎，不要牵别人的啊，牵自己的配偶啊，牵好，然后呢，对望一下，告诉对方说，我爱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第一句话说，亲爱的。过去的种种，对不起你，谢谢你为我生了那么多孩子。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我爱你。然后抱吧，要亲也可以亲了 ，OK， 抱一抱，抱，哎，那多好啊！啊，我们华人比较含蓄啊，没关系，能抱抱就很重要了啊，抱一抱。心理学家说，多抱抱呢，
那种的8多分啊增加很多。抱一抱很重要的啊，那个肌肤的接触很重要的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手握手啊，握着你的配偶啊，握好啊。平常没有那么握，又怕孩子看，你孩子不在身边没关系，多抱抱，多握住手，一起来祷告，为你们家来祷告。我们一起先安静片刻，你们为你们对方来感谢、感恩。然后最后来为你们祷告。还有什么话想跟对方说的，就在他耳边说一下也可以。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虽然是讲座，但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主，我们为刚刚夫妻之间彼此的欣赏对方，我们愿意说主啊，这个的优良的传统能继续延续在他们家中。他们常常操练称赞对方，也称赞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家充满欢乐，充满喜乐，感受到彼此欣赏的时候，主啊，他们更加感恩说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温馨的家庭，给我们这样的配偶在我身边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异地，在外国地区，夫妻就是彼此扶持，彼此关注，彼此相爱。主啊，纵使我们差异不论是大或小，但是教导我们怎么彼此学习接纳，彼此学习欣赏。我们也谢谢你，让他们在彼此握着手的时候，你的爱就在他们当中来流动着，让他们起初的爱仍然在当中燃烧，好叫他们的爱越来越浓，让他们回去，他们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的不同，感受到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他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继续祝福这个教会，每个家庭都充满你的爱在其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祝福满满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可以流向他的子子孙孙，流向他周边的人，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美。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名祈求，阿们。好，上帝赐福大家，我们晚上还有一堂再给大家 OK。